来看政治新闻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恢复特侦组政见，不过呢，特侦组和总统传闻批评讲是动抢，韩国瑜早起有强烈的回应啦，来听讲伊安怎讲。蔡英文总统一个手指头指责我，3个手指头指着自己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他说国民党贪污，所以代表民进党清廉，大错特错。蔡英文总统面临到中华民国有史以来总统唯一贪污的陈水扁，蔡英文总统为什么半句话都不说？为什么双重标准？为什么陈水扁前总统对蔡英文还在可以比手画脚，还在可以指责蔡英文总统，而他本身也是贪污犯，现在在保外就医，蔡英文总统为什么不说呢？哦，只要是民进党的都不能说。永远双重标准。韩国瑜甲张善政早起参访宏达电子，董事长呢王雪红亲身接待郭正培，有伫这个 VR 这款的显示器体验结合这款医疗甲展览的 VR 技术，嘛甲员工座谈，强调讲要结合海外华侨力量，替青年创业找市场。也不韩国瑜今日一天，甲驻日代表谢中庭真拄好，伫同一间店食火锅，和谢中庭的经体。这个韩国瑜回应讲，谢中庭甲卡神这个关系真密切，应该检讨的是伊家己。